始唱我们的歌，学我们的调这项音乐事工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为教会诗班是用泰雅尔圣诗加上合唱编曲，然后我们在献诗的时候，老人家流露出来的那一种可切的眼神，然后他们口唱心和的在底下和我们一起唱歌时的那个情景，好像他们在回顾从前对教会的那股热心和爱心，好像他们在回顾那从前不分彼此合而为一的景象，就是这一丝的眼神燃起了这项事工。当然对诗班来说有很多的挑战，比如说多半以上的团员都不会视谱，另外一个问题是多数的人都不会读罗马字。虽然如此，但看见团员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学习，他们在乐谱上做笔记，用中文注音标示也好，用简谱标示音符也好，同心为着这项音乐事工摆上自己。当然团员偶尔也会因为学不会而泄气，但看见团员彼此之间互相打气帮助的情景，真的是看见这个合一的身体不仅仅在声音上追求完美的和声，在信仰和生活上也不断的磨合，成为一个身体。唱我们的歌，学我们的调，音乐事工从2012年开始至今，我们还在学习怎样唱出更美好的声音，唱出更和谐的和声。更重要的是，学习成为合一的身体，将这些颂赞和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